不错，非常好。非常好，现在来上音乐课。球给志杰，这一球真的出手，比数超前了。球给志杰，哇！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超前三，双方只有4分的距离。简伟如力道短了，篮板还在勇士的手上。林志杰，这是一个关键的3分球。是。哦，志杰还是跳了出来哦，对方持续的做到缩小的区域联防。进入读秒阶段了，最后47秒。简伟如晃了一下往禁区走，底线被封死的情况下，球给志杰，这一球真的出手，比数超前了。球给志杰，哇！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超前3分弹。没错，富邦勇士的胜利方程式就是球给志杰了。哦，林志杰拥有非常强悍的心脏啊，在这个决胜时期勇敢的出手。这就是球队一哥，当仁不让啊！必须要你跳出来的时候，就能够把握这个机会。再来看一次，我离3分线接近2步的位置哦。哦，他的招牌旱地拔葱的跳投。主现场球迷朋友们，现在就是我们最林志杰今天攻下了12分，外带6个篮板，以及2次助攻、2次抄截。当然，最关键呢，就是刚刚这一季在最后36秒取得超前的3分球。目前88比86，由富邦勇士队暂时都希望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好、更精彩。希望给大家每一场都是非常精彩的比赛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，我想请各位跟我一起用掌声来欢迎我们 Plus League 联盟的执行长，请让我们来欢迎陈建州陈执行长。执行长午安。谢谢大家来，谢谢。现场的朋友们，请再一次给我们的执行长陈建州先生一个热情的掌声鼓励。